他比較喜歡這些社交朋友，他的朋友很多，也很广，而且他的人心很善，他是很正直的一个人。他有很多小事，像我们为什麼可以做成這麼多年一個姊妹一樣的這樣子，絕不是說突然冒出來，哎呀我就哥妹啥的，不是這樣。比如說，我就說一個事情啊，我特別感動。就有一次，我們這一群人嘛坐一起，哎呀很開心的在一起吃東西啊，然後喝點啥的。突然就看到站起來了，然後就走了，也不問什麼情況啊，我一看，然後一個男的，就是那個門從那裡那個路過來，然後當時就是兩邊有停了那個小車，中間大概有這麼寬，就是很窄，然後那個小孩挺莽的，他馬上衝過去，就是站在旁邊，他又沒有大聲說話，他嚇到他，然後就是怕他撞到那個公車，因為男人看不見，就拿那個東西在那裡舔嘛，然後他就指着那個棍子哦，怎麼這樣子走出來的，那就我特別感動，就說一般的人其實可能會看到，哎呀，如果站在旁邊的時候，他可能會喊一下或者抬一下，但是他那麼遠，哇，你們見不見車特別高，哇哇哇的，那就走，人家就走到面前去了。就說我在這裡認識會有一些旁邊坐的一些朋友或者客戶，經常都有人說他就是心很善良的。